穆兄，你倒是说来，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最近我大哥生了一种病，久寻良医，无法得治。我从一本古籍上看了医治之法，上面有3味药引，分别是3条蛇的蛇胆、金线、银衣以及铁琉璃。不知穆家兄长害的是什么病？殿后桃花漫天下，堂下何须了姻缘。锦帐风云难相会，枉负桃花低露恩。好诗，好诗。是什么意思？他要配壮阳药。他病得很严重吗？你还年轻，不懂。其实我也没听懂。感情就我懂，你们这样让我很尴尬。其实我只是博学。